再来关心的是，这金华城案即嘛是愈假愈大，出北检的即嘛是当咧侦办。检察官认为讲，这个台北市长办公室的主任李文忠，也佮有前德湾的开发董事长朱阿虎，这两个人都是这个案件的关键角色，所以甲法院来声押禁见这两个人，昨来开羁押庭，最后是裁定李文忠甲朱阿虎两个人拢羁押禁见。 对着镜头拢无讲话，前台北市殡仪局长朱雅虎，搁再被约谈。同款被约谈的，也有前台北市长办公室主任李文忠。知道金华城立案吗？北检继续追查金华城用这段案件金流，而且指挥廉政署分做29路所查，包括瓜文调前税后前秘书，总共16个人到案说明。 廉政署甲其中15个人移送北检复审，先后金华城公司监察人张志成250万交保，违建集团服务经理陈俊元150万交保。检察官认为李文忠、朱雅虎是金流关键的角色，依照涉犯贪污治罪条例，而且有串证之余，向法院申请对两个人羁押禁见。 这其实也代表着北检在金华城案有重大的突破，恐怕已经查到关键的金流。简单讲，被勾稽到了金华城的钱，而在木可金团总部出现，甚至是基金会出现，所以才敢声押他。我们真的对于他可能涉案的情况，没有什么特殊的管道可以做任何的掌握，因此我也不会去做过度的臆测。 台北地院昨开羁押庭，裁定朱雅虎甲李文忠羁押禁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